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你好，是国民家欢迎收看10月25日中嘉台湾电影新闻。首先来关心市政总质询。议员创全上午伫质询当中指出，市长赖清德府下小英总统的理念有经验、有魄力等7项要件，就是上好的行政院长人选。所以会中公开呼吁6星级的赖市长挺身而出。对此，赖市长回应，应该予人权院长加点仔时间甲空间，无质疑只想要做好市长的责任。而应该议员创全一开始质询，就提市立高险甲团的估算，至少提高到1-2千万来发声，希望成为台南城市外交文化关怀新的利器。接续议员嘛以基层的心声，甲半当外来对行政院长人权的表现表示失望。伊认为新政府执政无未外期，应该有符合理念、有经验、专业、魄力甲政治判断等7大条件赖市长来担任行政院长。伊强调，毋是救民调，而是真正为总统分担，为人民解劳。不是说要救民调啦，民调只是一个参考依据，但是呢，民调太低的话，那个不管是哪个媒体做的民调都是差不多。民调越低，你在做一样政策的推动，你出师无名，你的支持度都不高。好好的一个政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都无去啊嘛，失败嘛。你讲伊重要，你讲不重要吗？也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讲6星级的赖市长爱挺身而出，这个替咱小英总统分忧，帮人民解劳啦，我直接安尼建议，就我自己也是长期的从政的民进党的公职，那我也不断的利用很多的管道，包括各种的声音，能够让中央听得见，咱今仔日要为台湾想，为百姓想，这些特质，林权都不适当嘛，那是不是应该考虑，当然，这是我的建议，但是咱若做得好、表现好，本来就是爱去替台湾承担这个责任。其实，林权院长，其实如果我们以他过去的经历，不管是在大学任教，又或者是在台北市财政局长的任内，又或者是在行政院的团队主计长、财政部长，又或者是看他目前这任行政院长，他其实具备的各种条件。当然，接过去8年的摊子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我们应该多给林权院长时间跟空间，多给他支持。我们对他有信心，他一定可以越做越好。那我个人目前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就希望能够把市政做好。议员除了为政治理念来发声，嘛是第关心对9月底丰台到达菜价油源降袂落来严重性。议员以各类菜粽下晡1公斤零售价格也搁爱150块，进口甚至高达270块为例，要求市府劳局应该有所作为，对果菜市场如何平衡供应甲需求，或者是呼吁市民暂时采买其他的蔬果替代品。台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接续议员吴通良伫总质询才争取关田甲六甲区大小道路建设，其中因为南120线道路曾经伫风台期间出过人命，所以积极要求市府拖款。花田南120号道路车流量大，不过因为只有8米，而且容易淹水，甚至伫莫拉克风台期间，各临时就以各种性危险。所以议员吴通良上午伫总质询要求市府干务局将该道路拓宽为12米。另外，六甲区福兴路甲民生街道路嘛因为上下2台车无法度相闪，地方长期要求拓宽。这条路啦，这条路是上咧歹的啦。那么是毋是咱局长这边才应该当去甲正视看，想看有啥物改善方式？这条应该是我县议会时我嘛捌讲过，县议会就说这条路到即马有改善的，就是讲一小早啦，一小早啦。那么是毋是讲咱还佫来加强来甲处理一下啦？讲几啊摆？对，因为我讲，因为这经费拢无介济嘛，因为你连市区吼，
一个街道既然2台车袂当相闪啦。啊，第二点嘛，毋是讲介重介济钱。所以讲，迄个吴议员，因为我直接甲你答应，就是讲民众若无意见，好，那就市长，伊若支持，哦，咱就来编预算来拓宽。好，感谢市长哈。另外，议员嘛关心近年来湾港的麻豆转运站因为民众质疑行驶的动线，所以议员替地方发声，建议出口到交流道应该对西平，嘛避免影响附近居民的空气污染。但新闻管及李英光采访报道。中集顺当中，为了市民行安全甲利便，这个议员拢会争取道路建设，直接向选民交代。其中议员刘正昌上午嘛针对林德文贤路一段道路拓宽工程，希望市长任内会当完成，以协助地方改善塞车的困境。林德文贤路一段，就因为伫基美博物馆后壁面嘛靠近保安车站，当地交通时常大拍架，造成民众困扰。对此，议员刘正昌上午嘛积极向市府申请，除了希望市长任内会当解决，嘛要求民进党立委协助争取改善预算。对此，教务局长除了报告明年开始的桥梁改善进度，市长嘛相当的关心，表示因为干那道路拓宽就要4亿外，加上桥梁改建、勘写治水，拢需要中央支持。文贤路一段这么长的，是毋是讲？咱有定伫当时，头明年后年偌久才当来开发，尤其是讲咱中央会当来配合，这配合款会当配合8成、几成，是毋是讲这条有法度能够在咱的市场任内有法度能开发完成无？这条路大概有两个项目啦，吼，一个是道路的拓宽，啊，另外是一个桥梁的改建。啊，桥梁的改建当然牵涉到治水的问题啦，所以这部分咱真感谢，包括水利署，吼。甲营建署因愿意协助，当然台南市政府爱配合出钱啦，所以桥梁的部分大概明年就会当开始。另外因为这条道路拓宽吼，拢将爱开差不多4亿，4亿外万，所以现主时工务局已经将申请的计划送去营建署，那营建署会当以生活圈道路甲咱补助，配合款，咱台南市政府会来出。出身林德议员刘正昌会长嘛，相当关心林德工区有部分的溪流也受乌草草情形，这个工业区内也受恶质的工厂头排废水来污染，需要求环保局加强稽查处分，先予地方水清气现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为伫安南区电西里的吉祥公园，因为长时间无维修，伫里长个整建电各界争取以后，总算将整个公园重新打造成无障碍空间。伫公园内面不只有小朋友所爱耍的游乐设施，嘛有侪运动器材。也适合暗时已经举办音乐会，要甲里面做伙同乐。同时，会长嘛成立志工队，希望大大提升整个社区环境品质。全新的游乐设施、平整的路面、舒适的无障碍空间、全新的吉祥公园，拢是电西里里长个证件。寻求各方的协助之后，向市府争取到改造预算。里长表示，为了无要互争取到预算浪费掉，所以伫整个公园的整修，拢有询问里面的意见。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提供里面一个优质的休闲环境。市场公园这是20几年前的老建材，来到这当今，我们来讨一笔大笔的经费，来甲整修，甲旧墙、老建材拢甲拆掉，甲一寡无必要的树上杂的树我来甲修剪掉，至少到今仔日会当互这个公园焕然一新，互咱济里面要运动也好，要来遮坐也好，观赏也好。步道平、宽，够绿地，甚至光线更光，这是今仔日这个吉祥公园这个圆满会足好的结果安尼。里长也特别选伫24号暗时，伫公园举办一场音乐会，不只有好听音乐，也有真侪小点心会当享用。现场阁有第3分局设档。选择轰炸片，同时也成立志工队，邀请有兴趣的民众做伙加入。
音乐会现场，议员陈怡丁，也有12代南田乡主委吴顺德也做伙到现场同乐。来到这就足舒服啊吼，因为咱这个社区，咱这个庄头吼，安尼有这么优美吼，这清幽的这个环境啦吼，啊，这就是感谢咱里长啦吼，啊，包括着咱上届亲近吼，咱立法委员庭辉立法委员吼，伊今仔袂当来，啊，佮特别交代因小妹吼，专门佮伫北区走来到这咱共同啊来参加这个活动吼。包括着咱副议长，啊，所以未来这个公园这么舒适吼，这么清幽，希望咱所有的乡亲时代，咱大家共同来维护，互咱的这个公园是咱地方社区的这个休闲的一个好所在。咱看到吼，经过咱的里长，还有咱所有吼咱社区吼，包括咱的主委吼，大家共同研究了吼，这个公园吼，不是开钱的水哦，还佮开甲吼，开了爱真正是会当互大家用甲。做欢喜吼，咱也当做舒适，这较是更较重要的吼。啊，咱看到咱里长把这个整个步道吼，还有咱的树啊吼，本来可能较窄吼，即摆互伊安尼放宽了，咱的视线看起来加做爽快吼。啊，当然咱的步道行起来嘛做舒适吼。我想这是咱里长的用心吼，希望讲互咱所有电视里、咱所有好朋友吼，会当更较舒适吼。新的公园上界重要的就是环境的维护。里长也希望大家会当做伙为爱护环境来努力。公园周边上主村有线电视也特别举办社会巡回活动，主动服务里民，让民众会当真方便的了解有线电视所谓网络顶上新上快速的资讯。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先向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。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，不然怎么开呀？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，再慢慢开车门。这是两段开车门啦，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3次。打开一本书，每页在发亮，文字变鱼儿，游在大海洋，充满了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不可》，台南爱读册。今年一度的台南购物节今年已经迈入第2档，对今仔开始将为期2个月来办理。若佮加上台南商店的开幕，不止现场商品有节优惠，而且将有消费200块以上，都有机会抽到100万名车，带民众做回来抢好康。即日起开始的台南商店，伫咧南胖世贸中心盛大展开，结合台南购物节，推出节好康。店着内底不但集合了节台南优质的店家，而且佮规划了各种好康优惠活动，会当一届就满足民众食的、穿的、耍的等等的需求。今仔日就是咱1年1度的商店，拄啊吼，大家有听到讲吼，后面的主持人介绍的非常多的与会的参展，还有很多的长官。这2年来呢，咱的大市长确实呢非常用心呢，咧办这个商店。咱每1年呢，来办这个商店，对咱吼会用讲就会来参店的人，每1年今年讲有400多个商家，还有400到500位的上迄个摊位。这呢对咱吼未来就是讲商店，拢对咱的吼传统产业帮忙非常的大。市长也亲自来到现场，除了为活动宣传，而且也感谢节参与的店家，甲赞助抽大奖的厂商。那么再来讲呢，今天购物节如果没有礼物也不行，那就平常买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在这段时间来参加呢？虽然是过年
大家都有商品的需求，可是如果有好的这个奖品可以抽奖的话，可以增加购买的这个人气啊。那我们特别感谢国通汽车的陈董事长，我站起来哈，我给你谢谢下这里哈。你叫我去讲，叫我去讲你上的 X-Trail 价值100万的名车啦，咱江下搁较大声，甲谢谢下就好这届有超过180间的特色店家参加，每一间都有好礼对消费者当中抽出。其中上界大的奖就是这台100万名车，同时今年相当特别，也结合行动优惠 APP， 民众只要下载 APP， 就当接收到加济台南店家的优惠好康消息。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日本滋贺县高岛市是知名的皱褶布甲磅礴的产地，而且只有经过技术认证的布才当使用因的专利商标。这摆台南保业者特别邀请当地2间知名店家设立地基的专柜，希望让市民买当体验这种日本100年的纺织技术。这个磅礴包、锡纸、7分裤、丝巾等等的产品，拢是日本滋贺县高岛市所生产的。高岛市因为靠近日本上界大的内陆湖、琵琶湖，所以天气非常适合种棉啊。所以纺织为过去到即马，拢是因重要的产业。这届台南大碗巴特别邀请2间业者设立快闪店，让台南的民众会当近距离欣赏因产品的特色。高島チヂミの特徴は。高岛的这个七米这个商品呢，它因为织法的关系，所以它会产生皱褶。那所以它的吸水性非常好，亲肤性也非常好，然后也非常快。如果就是您流汗的话，也很快的就会干。这次带来的高岛的帆布袋呢，跟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个高岛的七米一样，都是使用100%天然棉的素材来使用。那而且呢，就您可以看得到的，我们的这次带来的商品呢，事实上强调它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。很容易穿搭，可以搭配使用的是，那而且我们非常注重这个商品的机能性跟它的设计感。高岛市的磅礴耐用度真高，会让人愈用愈喜意。皱褶布要快搭的特性，适合台湾高温湿热的环境。这届快闪店只有到28号，现场要侪优惠，有兴趣的民众就来把握机会去抢便宜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咱在地知名的纪实堂新民族舞团，这几档来每一档拢有一出新的台湾文化舞蹈剧场，对大受好评的文学家叶石涛开始一直延续到今。今年因以日本时代作为文化背景，描写文艺少女黄凤珠的创作甲爱情故事，现在带大家先来欣赏。透过日本统治时期的创作少女黄凤姿的目睭来观看文学以及爱情，这是嘉西亭新民族舞团今年度所推出的新戏《少女黄凤姿》，希望让更多人了解、识识这位在当时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，安尼一位富有满满天分的创作少女。其实本来我们那个纪实堂的演出都是在演的是台南火神的故事哈，那我们今年呢就走远一点，走到台北啊大稻埕啊，我们演出了这个少女黄凤姿的故事哈。那主要呢当然是也是我们的导演呢哈，他写了剧本，他把这个故事描写的还蛮美的哈。那这次编舞呢也让我也很痛苦了哈，因为又是不同方式的编舞方式哈其实呢我真的还是。每一次都很痛苦的产生了哈，那也终于要演出了哈，那很期待哈，我们有更多的观众来观赏我们这次的演出。十分优雅的舞蹈动作，轻柔的呈现出独一无二少女黄凤姿的文学气质，
这出戏将会伫咧12月3號、4號，淡台南文化中心演出，欢迎民众买票前往欣賞。台南新聞王子豪采訪報道。新闻最後趕快來關心詳細天氣變化。現在是週份地降雨天氣，溫度24度到29度，落雨記錄3成，海面平均風力4級到5級，上大陣風8級。感謝收看11月25號的中嘉台灣電視新聞，咱再會。